在地人在地前要来食早顿，台湾人的早顿呢，有真侪人爱食真烧烧即个咸糜，也是一碗牛肉汤。不过最近有网友就讲啊，伊写文章讲，其实台南的早顿也有咸酥鸡。即打即个咸酥鸡，伫即个果菜市场、批发市场内面，即个单位已经卖10几年啊。早起8点半开始卖，卖到中昼12点半都无啊。不过呢，即个咸酥鸡做早顿，有网友就讲，安尼真正无啥会关系，是讲有人感觉讲，台南人的早顿真正是有够猛。一大盘啊，倒入去油鼎内面煎，然后再搁放高赞塔。阮这就拢袂安尼啊。煎过了后，三瓜胡椒，这是袂少人爱食的咸酥鸡，有煎米血，也搁有煎鱿鱼，嘛有天妇罗。这款咸酥鸡会当做下晡的点心，嘛会当做宵夜。不过台南这档只有卖早市。啊，你几点开始开啊8点半。对，8点半开始营业，只有卖到12点半。真侪人拢是买来做早顿的。早餐吃点这个，就是变成早午餐的意思啊。放早餐起啊，有省人家来做早餐啊。伫台南果菜批发市场内，这档咸酥鸡已经卖10外档啊，真侪拢是老主顾。一大包不到100块。只是早顿食咸酥鸡，有人是目头角角，但是对台南人来讲，拢无奇怪。买这个当早餐？会啊，我们自己也会。有食咸糜的，嘛有食牛肉汤的，这拢是台南人的早顿。有网友嘛抛出台南种无共的咸酥鸡早顿，袂少网友就讲，台南人真正是甲人无共款，有创意。